係張俊傑，我係李俊廷。第一則新聞報導，俊廷啊，係天文台最近錄得開埠以嚟最熱嘅冬天，香港嘅市民猶如置身夏天，真係熱到人都癲。係啊，俊傑，連動物園裡面嘅管理人員都話，灰熊同埋兔仔都提早咗起身，而長頸鹿同埋大笨象就夜咗瞓，因為睡眠不足嘅關係，大家都顯得相當疲倦。據本台可靠嘅消息報導，有呢個現象係因為喺西北半球出嚟名為黑旋風嘅旋風所引致。好啊，啲風吹到嚟成塊喎。不如避下先。好啊。